小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插播拄才接收到上新的画面，要赶紧来关心郭台铭宣布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这嘛代表郭台铭、郭文哲也有王金平当初三个人革命的关系已经破局。面对这个情势转变，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有上新的回应，带大家做回来关心。10点多钟有接受他的告知。所以郭总有先打电话跟您告知。对，啊，那么约今天早上8点钟能够到他家去，所以我也去过了。谈了什么吗？有在劝进他？没有，他是要告知我，那么呢他不再领表去登记。那有觉得错愕？就郭董突然做这个？也没有，因为他未做决定嘛，决定就是1/2的机会。要登记不登记是1/2的机会嘛，所以也没有什么错愕。不过对他的一个没有登记呢，我们是给予充分的尊重。其实郭总一直以来都很积极，那什么原因造成他最后决定不选？这个我不清楚那么他原来想登记，我们是要给他祝福；他不登记，我们给他尊重。有提到副手是因为郭董不选的主要原因。这个我不清楚，这个你要去请教他。郭董有劝进换您出马吗？没有啦。那柯文哲有提到柯文哲？没有再提到这个问题。那你目前的决定？我就是一样，我讲过世事如棋，变化莫测。我还是一切随着因缘走，参选到底，随着因缘走。那会跟亲民党来合作吗？因为亲民党说可以跟任何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合作。那是未来再说嘛。会觉得有点真心换绝情吗？郭柯王三方现在破局。没有跟这个郭董一样这么好也是这么紧密哪里有什么绝情不绝情？我们一样是紧密的等于有一个好的互动要不然他也不会昨天晚上就提早告诉我，而且要我今天早上到他家去那么也跟他再谈一下话因为网上还有一支影片，他说你有提到这是一场他不想加入政治闹剧，可是后来又把这句话好像又删掉了。您觉得他这样的形容妥当吗？还是你也觉得这是一场闹剧？不会吧？他是有志于政治的参与嘛，所以他才在这个立委的选举上他应该会有所琢磨嘛。是他觉得委屈了才去选？这个我不清楚，你要去请教他你的名字还会出现在选举公报上吗？未来再看嘛一切随因缘走。民党今天会去中选会吗？去干什么？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去准备，怎么要去中选会干什么？院长早上看到郭董的时候，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还是沉重的？应该是轻松的未来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对不对？我不清楚你要去请教他。那你跟他的可能呢？我们一样是好朋友、好兄弟那你有追问他原因是什么吗？没有，不方便问因为马总统好像之前就意有所指，知道说好像郭董就不选，那你好像比马总统还慢知道，会有这种感觉？应该不至于吧？马总统去看他是应该是这个9月上旬的事嘛大概是9月10号以前的事好。那10点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睡不着吗？没有睡得很好，睡到睡没有很震惊的。这个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样嘛那我们笑看这一切世间事的发展嘛。那早上要见面前的心情一样平常心之前有说您可能不排除披橘袍出征，跟亲民党一起来合作，你觉得现在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吗？现在谈这个也不用去谈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嘛。好，跟宋主席这边还保持联络管道畅通。大家都是好朋友啊。好。